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3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什么新闻重点。第6号风台卡努目前中心伫台北东北方海面上，暴风块经进入台湾北部甲东北部的近海。早起，中科院屏东的九坪基地传出4个人受烫伤，其中1个人面积超过8成5，另外1个人嘛超过一半。中国北京因为杜苏芮风台影响，创下最近140档雨量上济纪录，当地做大水，已经造成21个人死亡。新闻开始来看第6号风台，目前的中心位置是伫台北东北方380公里的海面上哦。暴风块已经进入台湾北部甲东北部的近海，嘛影响到新北市、台北市、基隆甲宜兰。咱来看气象局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卡努台风目前的中心位置呢，大约是距离台北东北方33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那从它的动态上来看哦，卡努台风它目前呢，缓慢的朝偏西的方向上来移动。那我们预计今天的深夜到凌晨的时候呢，它会开始逐渐的向东北回转慢慢的离开我们哦。不过这个速度上来讲是比较缓慢的，而且它由于导引气流比较微弱，所以这个预报路径上什么时候开始北转，其实不确定性还是有的哦。从现况上来看哦，影响最明显的区域呢，还是在台风外围、台风本身环流的影响之下，可以看到主要就是北台湾的部分哦。今天下午的预报图来讲，就是大致上符合我刚刚说的趋势。到了今天晚上，我们预期一直到明天这一段时间呢，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一段时间呢，预期西南风的影响会逐渐的增强。可以看到，其实在苗栗以南的区域呢，其实影响是相对北部来讲更大的哦。可以看到，其实尤其在山区的部分呢，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那中南部山区呢，还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另外，北部地区呢，其实可以看到，其实雨势上来讲都会是差不多的哦。北部的雨受到环流的影响，那都会是一阵一阵的断断续续，一直应该是说持续性的都会有间歇下雨的状况。中度风台卡努今仔暗时到半暝上挖近台湾，气象局嘛针对11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总统蔡英文嘛取消原本的行程，早起伫行政院长陈建仁陪同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总统嘛提醒，沿海地势较低所在，要爱特别注意海水倒急甲淹水。我们现在碰到的是年度大潮的期间那沿海低洼地区呢，要留意海水倒灌以及积淹水，危险的场所和活动，不要去，例如危险的河床、登山、溯溪、观浪、戏水、钓鱼都不要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呼吁民众要爱特别注意熊透大风、落大雨。总统嘛爱民众风台天尽量就唔通出门，爱注意气象的资讯，加强防灾。总统嘛感谢各地防救灾人员，各地风台天都会工作的所有的民众。再来看，新北市甲基隆、宜兰宣布停止上班上课，红头树嘛对中昼开始停止上班上课咯。卡努目前是位伫台北东北东方的海面上也毋过移动的速度是真慢。气象局表示讲，暴风圈会伫下晡接触落地，半暝上挖近台湾也毋过因为风台导引气流无介明显，未来路线阁爱观察，敢有法度伫明仔载早起脱离暴风圈目前是阁还未确定。卡努风台行速度真慢，为气象局画彩分度因看到，目前伊中心伫台北东北东方海面，向西转东北沙顶东，伊暴风圈正慢慢进入台湾北部近海甲东北部近海，对新北、台北、基隆甲宜兰造成危险。气象局也针对11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比较明显的降雨还是在台风环流附近也就是在北台湾的部分，降雨的区域是比较广的。那另外，基隆北海岸的雨势呢，是相对上来讲是比较大的。那至于离台风环流比较远的地方中南部地区的降雨呢，主要还是在山区附近。气象局预判卡努的暴风圈会伫初3拜四下晡确定落地，不伫半暝上挖近台湾。不过因为卡努目前导引气流无明显，所以未来路线无规则。初时早起是不是能顺利脱离卡努的暴风圈，有望变数。气象专家表示，目前风台速度放慢，以来也是来一个大转发向日本行。在整个新北市的沿岸、太东北角，其实已经观测到阵风有到11
甚至有到12级的。未来在一天当中，可能是用走的方式哦，这个一天大概走它不到50公里左右。那预计呢，它大概在明天礼拜5清晨的时候，它会在台湾的东北方海面有一个135度的大转弯，那往这个日本方向前进了。天气并表示，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为初三下晡一直到暗时半暝，甲初四透早，大台北地区北海岸拢是风雨上港到的时阵。未来落雨范围也慢慢向南来拖过去，风台带动的西南季风也增强，中南部落雨也增加，可能有大雨，西部山区也要注意大水害可能。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有真侪县市的风是正透，新地100嘛可能出现9级到10级的强阵风。气象局目前对新北市、宜兰甲台东等8个县市发布陆上的强风特报。咱来看新北市的新增，早起有一个工地因加予风吹倒，伫台东早起佮吹小风。本来应该是停变的厝顶正做光艳艳模样，受风台影响，台东透强风，伫滨海公园的国际地标厝顶吹变去，建筑部设计线，官府派人到场紧急封锁。没有预期到，这一波的卡努台风，距离台东这么远，那也造成我们国际地标的这样一个装置艺术有一些破损。那现场我们会先做封锁。甘瓜市当地有名景点铁花川新竹路，八位的鸡挡不住强风。超过10个布棚拢吹倒去，不止风势大，因为卡内外围环流顶降，台东初三透早吹小风，真一路树倒去，树尾是龟头卡，工作人员赶紧来整理。很热啊，我们又不好做工作啊。强风予台东传出灾情，搁往北的宜兰县、五溪川外鹅冈区几排围篱也吹倒去。基于安全上的考量，所以暂时先把围篱先检测掉，等到台风过后之后，这边会再就是复原回去的。另外，北台湾新竹市新增初三早起将近8点，有工地建安的厝架技术也挡袂掉强风向倒落去，惊险的一年吧，3号面体受损，好佳在无人伤亡。有1户民宅窗户，2户民宅屋檐遭鹰架倒塌而毁损，现场已在上午9点20分清除完毕。中度风台卡努带来强风造成灾情，新竹以北可出现9到10级的强阵风，包含新北、桃园、宜兰、台东等8县市。气象局也已经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民众出外时阵一定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卡努风台会对台湾北海岸甲东北角登陆，早起有上千个民众颠倒是去海边看海影。海巡署出动真侪人员，劝民众赶紧离开。咱即马连续互人伫家人条件公园的记者郭北坤、张玉水，带咱来看现场上新的状况。是记者即马人伫咧家人的条件公园这个所在，条件公园这个所在虽然讲即马是无啥雨，但是风是非常的大。记者即马人徛在这个所在，若是讲风有较大的时阵，记者其实人是徛袂掉的。现场也有看到真侪有海巡人员伫咧甲提醒民众讲，现场是唔通伫遮点伤久的时间，因为现场是非常的危险哦。不过也是有侪民众伫遮看海影，咱来看头多的风门。但是尽量不靠近啊，对，还是不靠近。会危险，唔好行上我，唔好行上我。是伫咧现场看海影的民众是表示讲，虽然即马伫咧一只看海影，不过小等下风雨较晚的时阵会较大，因就会赶紧离开哦。虽然讲即马现场是无啥雨，只有风尔，不过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是愈晚风雨是会愈大哦。可能会有伫家人这个所在，可能会有出现6米以上的海影，是提醒民众要注意。以上是记者伫咧家人条件公园的连线报道。到早起8点半为止台北市计共有47件的灾情。市长蒋万安表示讲，暗头开始到半暝，会是台北市风雨上大的时阵哦。伊呼吁民众尽量莫出门。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嘛伫灾害应变中心，伊指出讲，目前新北市有33件的灾害，有路树倒去、电线落去，拢处理好势咯。民众嘛正关心讲，800机明仔载敢会阁继续停班停课？今仔暗时8点就会宣布。台
台北市树林区路树花地路的道连地砖嘛规个翘起来，现场影响3线道。警消拘捕了后，赶紧实施双向交通管制，并排除倒落来的树啊，好在再是无人员伤亡。到早起8点半，台北市拢总有47件灾情，其中2件建筑物小可受损，2个围篱倒去，已经分别进行移除，也加强固定。市长蒋万安早起主持风范风态会议，呼吁民众避免出外。下午开始，包括雨量、风势也会逐渐增强。那预测台风影响台北市最具的时间，就是从傍晚开始一直入夜，所以还是呼吁民众要特别的小心。中度风台卡努来，北部地区的风雨渐渐增强，台北气温维持延温，会看状况来调整时间。不过，鸟空的缆车、为食物中心、儿童新乐园、北投会馆，也有日温商品馆、小巨蛋、冰上乐园这些所在暂停营运。新北市长侯友宜透早伫灾害应变中心主持风台的工作汇报，需要前往抽水站视察，避震卡努。那么到抽水站嘛进行预先抽水作业，增加欠水的空间。这段时间的灾害的案件的受理大概有33件，都是属于路树倾倒、电线掉落，不是重大灾害。的灾害都已经处置完毕，目前本市是没有重大的灾情。侯友宜进一步表示，今日中昼到明仔载早起是新北市上重要的关键时间，提醒市民最好防范风台准备，避免出外活动。卡努移动的速度有较慢，一定明仔载早起湘北也有基隆宜兰风力也持续。测试是不是继续放风台假，一定上紧暗时8点会宣布。记者综合报道。这届风台拄到年度的大流，昨暗晡基隆港的海水倒急，爱四路附近拢淹水，市政府是赶紧出动抽水机来抽水。市长谢国良早起嘛去大武仑来视察移动式的抽水机排水的情形。车路淹水，店头无用咧扫水。初二暗时啊，靠路风台虽然是无定律，不过拄好拄到当年大流的时期，海水为基隆港直接灌入去市区。造成爱四路的上宽甲顶仔卡拢淹水，市府调抽水机来抽水，顺利解决积水的问题。迄个风台拢淹水，水沟的关系，15嘛是有，15嘛是会迄个海水倒灌。说海水倒灌，台风天就有可能会淹水。对啊，它淹到膝盖这样。初三透早去爱四路上宽已经无积水啊，居民讲若是雄雄上大雨，当地就有可能会淹水。市府表示，已经向内政部争取到差不多2300万工程的经费，会伫田寮河河水暗坑的出口设置水闸门甲抽水机，改善海水倒灌的情形。瞬间涨潮的话，瞬间涨潮，我们就要赶快动用我们的抽水机。那昨天就是的确也有几十公分的一个因为爱四路是低洼地区，在那边有一个抽水站，就提前的发生了作用。今嘛风台愈来愈晚。市长谢国良初三去大武仑地区视察移动式抽水机排水的情形，因为大武仑遮永过捌因为落大雨，溪水下袂离，水规个呛入去人家厝，造成灾害，嘛要求工程处爱加强应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的基顶一寡地势较低所在海水倒急，又搁因为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水位是真悬。当地有一寡所在已经淹水淹2天了。今仔早起海水又搁倒急，市政府是用6台移动式抽水机，把水抽到外海哦。同款的情况嘛发生伫屏东东港的东经理，早起水嘛淹到大人的脚目，当地里长是真无奈。海水为排水孔溢转来，另外一边有抽水机，把水送登去海底。高雄基顶分驻所头前这条基顶路街，早是8点左右开始积水。人社会较无免命啊，无没啊。我艰苦的，无带金无又无啊，干物啊？市府表示，基顶部分地区，亲像是庙前路、基顶国中后边这地势较低所在，每当这几天满调位的时阵，海水会灌转来，出现热天积水的现象。这个当着年度大潮，还佫有风台外围环流，情况是佫较明显。它的水，那个潮位高于我们的庙前面的道路的高层，所以水还是会从
那个外海那边那个溢流过来。目前先用沙包抽水机改善，未来要规划中长期进行水路调查了后，加上中央的经费来做水闸门改善。这种想法嘛，甲屏东东港镇董经理的里长同款。同款受到大潮的影响，屏东东港镇一部分地区地势低，佮紧邻着海岸，连续2天拢有海水倒灌。这个啊，哦，这摆较严重哦，水要低啊。那个防潮闸门啊，先架设那个抽水机啦。啊，如果满潮的话，就是挡起来嘛。里长讲抽水机咱甲水抽上去，但是里内的岸边较远的所在，水位会退较慢，一档平均2届，持续2天伫热天积水，真正真困扰，希望政府到改善。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屏东报道。丰台过境外送平台停止运作，台北市劳动局表示讲，平台若属于互外送员继续外送，相当是当罚10万块。也毋过劳动局嘛表示讲，若属平台有法度确保外送员的安全，要继续外送嘛是会当。这个所在平常时也是有真侪外送员，毋过今仔因为风台天停止上班上课，所以也有真侪民众家己出来买。湘北、基隆阁有宜兰，因为卡落风台，今仔日起风台假。台北市劳动局是表示，若起风台假，外送平台就爱通知外送员停止服务。对于惯势叫外送的民众来讲，虽然知影是为着安全，毋过也讲有淡薄仔无方便。蛮不方便，就是要变出门要买。台风天没有办法使用外送服务，会不会觉得不方便？当然不会啊，因为你不能说因为自己不能出去，然后就要别人的小孩出去，这样不好吧？不会啊，还好啦，安全比较重要。台北市劳动局是表示，当初制定台北市外送平台自治条例时，要求外送平台卖互外送员出勤，是为着保护外送员的安全。违法相关会当罚10万块，不过也是有例外的状况。所以原则上，外送平台业者一定要明确的评估他请外送员送货的这段期间，不会造成外送员的任何的一些伤害。那我们当然是，如果他能保证，我们也会允许他执行外送作业。另外，因应风台，台北市劳动检查处也已经抽查大型营造工地完成施工计的风台措施，提醒工地施工计顶悬物件，风台来进前就爱暂时拆除，避免风压伤大，致使施工的工具倒落来伤着人。记者柯嘉珊、谢桂林台北报道。今仔湘北市各家人宣布放风台假，也毋过桃园煞正常上班上课。桃园市长张善政的面册有真侪人表达不满哦。有民众讲，新北市的南口甲桃园市的龟山相外，有人咧放风台假，住伫龟山的人就爱去上班上课。路秋又来旱气，卡努风台暴风圈豆豆接近台湾，北北基桃原本公布作业，因为风台甲安全因素，北北基宣布初三停班停课，只有桃园宣布照常上班上课，互真侪想要放假的桃园市民真失望。怨叹桃园龟山、新北南口一线之间风台假算是拢无共。以这边为界，规定来讲，这边是新北。那一头就是桃园啦。我跑业务的，往前在一段距离就是新北的。在桃园龟山甲南口交界伫国道1号高速公路顶悬的文化三路青草标草灌溉，新北放风台假，桃园正常上班上课。除了龟山南口，包含桃园路甲惠良地区，也是桃园甲新北市隔壁，接对万有之宜。气象局风力预测，桃园不管是平均风或者是阵风，伫各个时段，用要甲台北同款，卫生部公布，市府也做出回应。在2个原则权衡之下，我们觉得说还是应该依照这个科学的依据，既然离这个停班停课的距离还相当大，我们就是不要停班停课。市长张善政表示，原则上希望其北北桃4县市公布，不过不是唯一考虑，也需要考虑实际状况。即马到目前为止，桃园风雨无断，休假期间依然有家长送囡仔去读册，因为无放风台假是合理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头城的渔港哦，大雁甲一寡土沙拢扫到港边，渔民是真烦恼，讲这沙这么严重，刷来渔船的出入可能会扩大。宜兰的海洋甲渔业发展所是强调讲，已经在办理清积沙的标案哦，会赶紧来做处理。
卡努风台影响大海鹰现代化气势惊人，不过这海鹰带来真侪土沙灌入来宜兰头城内邦渔港，地处渔港严重积沙，佫出现海沙暴，渔民开船出入港会加低航道。渔民表示，因为渔港北边布环较长，炸真侪土沙，地处渔港蹲沙。最近风台连续影响，问题更加严重，影响渔民出入港。今年宜兰母腊礁仔禁渔期要第15解禁，到时阵也是袂使出港，恐惊会引起民众不满。船啊，袂当出去作业啊，外劳啊，佫需要外劳啊钱。内邦渔港渔船10吨至40吨，主要是掠母腊甲礁仔鱼为主。最近海水可流，水的深度较无1公尺，渔船因为安尼较会低调的。打捞的时阵，渔船才会当勉强航行。那开标之后确定厂商，我们就会请厂商赶快进场施作，然后赶快让航道可以畅通，渔民作业可以出入比较顺畅。县政府表示，要办理内邦渔港航道所存的工程开标，若是顺利决标，会协调得标业者赶紧疏通开出航道。未来我来研究延长渔港南部环长度的可行性，争取经费时间，避免土沙一直流入渔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昨暗民众烦恼讲风台要来了，所以一寡超市菜市拢互抢卖了了。早起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是强调讲，菜市的供应量真充足，也毋过因为交易量有较少寡，所以价销有淡薄起。伫宜兰有农民是赶紧抢收葱啊，伫台东有正式起的农民是烦恼烧风，所以赶紧压水。卖发明大的大雨伞，伫一阵强风之下摇了真厉害。一早台北市这搭菜市啊人袂少，比9日下暗800支宣布停班停课了后，连锁超市货架顶头青菜抢了了。来到台北农产运销公司1楼的菜市啊，叶菜类蔬菜供应阁算充足，阁有单促销一堆50块。一堆都50块啊，每个礼拜四都还没人买，就在这边买就好了。对啊，这里应有尽有。这里菜还比全联多，还有新鲜。不过，某民众感觉菜有变贵。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表示，蔬菜产地前一天因为大雨有减少采收，所以3号交货量来到993吨，比昨暗减1成，平均价销来到10公斤41块3，小起4%。交易也算蛮热络的，所以也蛮顺畅的，所以今天平均单价相较于昨天，是有微涨了1.6元。卡努风台靠近，风雨会慢慢变强。宜兰3省农民嘛，赶紧趁一早风雨势的时阵，赶紧抢收。不过，会当采收的其实有限，该考虑到是不是有农药残留，只好会当收偌济算偌济。农药期还没有过啊，所以说也只能就是听天由命了。听天由命。伫台东的石墻园，农民嘛赶紧拍开夜水的系统来降温。虽然卡努未直接来，但可能会出现分风。烦恼损失扩大，农民除了降温，嘛把时间整基调来防风。也是会影响到释迦花，它会伤它。农业部除了提醒农民做好准备，避免灾害发生，嘛表示农畜水产品目前供应稳定，那市场价销波动，必要时阵会启动相关的调节机制来稳定供应。记者综合报道。早起10点半左右，中科院屏东的9片基地传出有人的烧物件，火熊熊弹开，造成4个人烧烫伤。受伤的4个人其中有2个较严重，一个人烧烫伤的面积有8成5，另外一个嘛超过一半，目前已经送病院的治疗。意外发生的地点是中科院的飞弹试射的基地，详细原因目前还要等中科院的说明。再来看台海局势紧张，英国的《金融时报》指出讲，美国白宫按算伫这个月要向国会提出增加援助乌克兰的预算，其中嘛包括要提供台湾武器的资金。若是预算案通过这嘛是台湾头一届透过美国的外国军事用资系统取得武器。中国继续用武力交代，国防部公布，甲初三早起6点为止，查到7架厝的强艦，15架厝强机伫台海周边活动。即马中国威胁愈来愈严重。英国《金融时报》阁报道，美国白宫按算向国会提出增发乌克兰的预算当中，也会包含对台湾提供武器资金。那这案件通过，也是台湾第一摆透过美国外国军事用资系统得到军武，增加这个不对称武器的这个。就是获得各式的精准导引飞弹，包括刺针标枪，还有就是
这个鱼叉飞弹，在强化这个载台，也就是传统的兵力来对应中共这一种灰色地带的这种威胁。学者指出，加上美国总统拜登进前宣布动用总统拨款权，提供台湾3.45亿美金的军援，拢是希望加速提供武器给台湾，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来对中国加做核阻力。美国一直支持台湾的动作，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访问台湾满1周年时阵，抱纪念相片，佮发出声明，表示家己率团访问台湾，都是向全世界发出台湾捍卫自身自由的时阵，美国甲台湾徛做伙的明确信息，也强调全世界正面临民主甲独裁之间的选择，所以支持台湾，甲以前同款拢是真重要。If you look at what China has been doing these couple of years, I think they are getting more sophisticated in the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and cognitive warfare, or doing the infiltration into the Taiwanese society, working with crime elements or small NGOs here in Taiwan. What we would expect that i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do all this. 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法新社专访时阵指出，因为明年是台湾总统大选，中国武力的行为会较少，暗过强调改用阵地作战，影响台湾民心，都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信用评定机构宣布，甲美国的信用评级对3A 降1级变2A 加。理由是因为过去的20档美国伫财政债务的治理一直恶化，因为美国的信评风调降，嘛造成美国股市大落，是最近5个月表现上歹的时阵。机构预期美国伫未来的3档财政会继续恶化，政府的债务嘛个一直增加这嘛是伫2011年标准普尔甲美国的信用调降评定第2届又搁有信评机构甲美国移除3A 的水准，这嘛造成美国股市搁有机会甲美金拢受到影响。昨昏道琼指数嘛落300多点昨昏落破17000点的台湾股市，今仔是因为放风台假，所以休困一天。再来看台中有一个查甫人，伊正爱去靶场练枪，也毋过伊偷摕靶场提供的枪支，佮伫网络买枪来改，互警方发现，去伊的厝里挑找嘛找到枪架枪支，鉴定嘛认为有杀伤力，所以嘛甲这个查甫人移送法办。豪迈射击刺枪，30岁私生犯嫌，平常时真爱射靶，拢会去全台各地合法的靶场刺枪，而且将影片抛上网，引起了台中警方的注意。是有做兴趣吗？还是人家帮人家请你用的？就网络买。警方来到西南，伫咧台里区的民体所涉，当场查到1支空气弹枪、2支模拟枪，意图要来改造。另外，还佫发现伊前往家己某靶场射靶了后，还佫将还未射击的2粒霰弹枪的枪支私藏炸出来，送刑事警察局鉴定，确认有杀伤力，专案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法办。将该靶场未射击的霰弹枪子弹2颗私藏后持有。警方查获后，经检察官调查后，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提起公诉。射击完之后，我们当天要多少弹，打完的弹壳都要缴，他剩下没有打的弹也是要缴回来，都会去做记录。射击专家表示，经机型使用的枪支拢有杀伤力。以台中市为例，每一个靶场拢采取会员制，名单做测在案，容易掌握，而且进出靶场领枪支拢有严格的管制，才当避免这款的状况发生。记者台中报道。台湾的诈骗是真长手，手法嘛求新求变。高雄地检署今仔早起公布讲，最近掠到4件诈骗洗钱案，有假投资，有用虚拟货币洗钱。受害的民众毋但只有台湾人，嘛有中国人，计共至少有800多人被骗，金额有上亿。价值上百万的红色跑车顶名册，佮有满桌顶的名牌包甲百万名表，拢是嫌犯用不法手段购买。高雄地检署初三举办扫黑工作精评2号联合记者会，公布检察官主动侦办的4件诈骗洗钱案件，受害者包含中国人在内，至少有800几人。查获的犯罪所得将近有6000多万，未来或许我们可以透过司法互助或者是两岸互助的一个模式。我们可以把大陆地区被害人的
地检署统计4个案件洗钱金额加起来超过5亿，不法所得大约2亿。第四种支付虚拟货币等较歹追查的管道，都互因摕来做诈骗甲洗钱的管道。为此，高雄地检署成立查缉新兴犯罪专责小组，成果袂歹。检察总长邢泰昭特别落难勉励办案的检警。上这个溯源追查主犯同时也这个积极的向下剪除这些经脉的流向，彻底把这个犯罪集团的上中下游都把它摧毁。相关案件经过1年到2年不等的时间追查，总算将主嫌拢总抓到。检警会继续追查是毋是还有其他的受害者，还是涉案的人，希望会使将这寡犯罪集团全部抓起来。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受到杜苏芮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中国北京嘛落大雨，雨量累计有744毫米是中国最近140天来雨量上济纪录。当地做大水，嘛已经造成21人死亡，阁有几10万人溺离。因为中国正在举办世界大学运动会甲8一建军节，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初一才公开承认讲有严重的灾情，嘛要求讲爱全力救灾。救援人员坐手龙艇，在淹水的车路找找受困的民众。因为水淹超过1层楼悬，有民众伫3楼等待救援。中国河北省最近就超磅的大水雨，地区真侪所在拢做大水。北京市气象局表示，为顶礼拜6到这礼拜3早起为止，测到744.8毫米，雨量是真惊人。其中受灾上较严重的是北京西南部的小城市德州。没电没水。特别恐惧，感觉一片汪洋，哪儿都飘着点个那个东西，感觉心里太难受。说这个雨呢，是我从这个近40多年来就是遇过的最大的一次雨。北京拄到140年来上大的大水雨，附近的地区拢受到牵连。破纪录的雨量，地区真侪气象站记载袂调。电力通信设备故障，失去联络。连人讲600年来毋捌做大水的紫禁城、甲天安门，甚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拢淹水，天气病变做一个湖共款，水位差不多有甲半个车轮悬。未少房机因为安尼万分，这届做大水造成严重的伤亡，高市德州都有几10万人洪溺离。从昨天下午3点就开始转移，因为昨天下午是水流比较大，一直是大约的话应该转移出1000人来左右吧。你看基本上全部转移了，剩下的就刚才说的，就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不好转移，我们还在协调。不过中国官方渗透是完全无提起灾情，尤其时机拄好是伫世大运开幕，甲8一建军节。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一直到8月初1出席活动，才公开承认水灾造成重大人员的伤亡，要求各地都要全力来搜救失去联络甲受困的人员。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巴西警方因为有警察防卖毒品的乌道提示了后，展开大扫恶，也毋过因为乌道的火力嘛真强，所以目前嘛已经有45个人死亡了。到底警方伫先机飞过里约这个贫民区的时阵，地面的警车全面部署，会当听到连续庆声。警方也请伫庆证现场警戒，过程有人互拍死。巴西媒体报道，死者当中有一个摇头甲一个毒贩。根据警方的线报，迄天帮派集团首领伫当地有一场密会。Após a progressão no terreno e a chegada na região de mata, local onde acontecia efetivamente a reunião, fomos recebidos por muitos tiros, armas de guerra que demonstram o poder bélico desta facção criminosa que atua naquela região. 过去这几天，巴西有3个州的警方针对毒品帮派大规模突击，除了里约、伫圣保罗州展开拢总5天的盾牌行动，冲突的时阵拢总有10多人死亡。另外，伫东北部的巴伊亚州，警方表示有将近20个嫌犯互拍死。初二，滨海城市的过路者一个特种部队警官互杀害。圣保罗州就展开行动，抓到58个人，找到385斤毒品甲枪。巴西司法部长迪诺批评这个行动甲帮派所犯的罪嫌比起来，付出上侪代价。圣保罗州长福瑞塔斯捌伫初一表示，警费对立损失2个关键。国际调查组织认为，过路者的突击行动正明显是对一个警察的死亡伫报复。里约州议长牵涉伫里约上架区的庆典，那亲像甲当地居民带入活地港。庆典迄天附近学校拢关起来，差不多3220个学生囡仔被逼爱踮伫厝内。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来看渔业署规定讲，逐当的8月到12月，抱卵的金马袂当掠，嘛袂当卖哦。违法上济是当罚15万。昨昏中华园林的花城市场，道民众检举有店家伫卖抱卵的金马，农业处的稽查人员嘛到现场开单。稽查人员行入去市场，详细看卖啊摊商的玻璃笼箱仔内底，有几啊只金马，都已经抱着满满的金马卵，不管是订得出来，互消费者来选买。有抱卵的这袂使卖吼，嘿，抱卵的嘛是会使，连安尼展示拢袂使吼，嘿，对，拢袂使。我唔知呢。根据渔业署规定，逐年8月到12月之间，禁止大家去贩售抱卵的母金马，违者将会依法开罚3万到15万块。这个月1号新发上路，不过民众2号伫中华园林的花城市场发现2间摊商，也是伫卖抱卵的母金马。通报中华关农业处到场来稽查，总共发现了28只抱卵之母蟹，那现场已经做成了访谈记录，那后续函报给渔业署去做依法之处置。稽查人员清点，市场内底分别有2个摊商，各有14只抱卵的母金马买来卖，当场嘛依法开单，将依照违反渔业法律规定来开罚。不过摊商表示，家己向渔会上来进货来卖，不过说被开罚，表示真冤枉。对啊，以后我都不敢卖螃蟹啦。因为你们政府没有一个规定什么，什么可以卖，什么不可以卖。是不是说渔民他也忘了说，在7月底之前做他的，伊是讲掠到啊，唔敢嘛是摕来卖啊。渔会表示，这个金马队可能是伫生活实施进前就备好货啊，卖加强对着渔民甲摊商的宣导，然后对着其他的金马队外口的灯甲看，无到规定有金马嘛禁止来掠，来维护渔业资源。记者中华采访报道。农业部今年7月公布宠物品种相关的法规哦，针对土地区域甲焚化炉等设施定出规定，为着要辅导业者，花莲县政府今仔是开说明会，也毋过有业者是反映讲规定上过严格咯，因根本无法度经营。动物破坏后事，现代人大部分拢交予宠物品种业者处理。不过为着管理相关的行业，农业部今年7月11日颁布非都市土地申请变更做宠物生命纪念设施使用兴办事业计划审查作业要点。我们在什么样的用地可以做容许使用？是在殡葬用地可以做宠物骨灰撒葬区，所以它只能做骨灰撒葬，没有办法做纳骨或焚化。新的管理规定主要针对土地项目的使用，甲相关设施规范做严格规定。花莲宠物品种业者认为讲，土地项目敢符合无应该溯及既往，而且园区内底若袂当设置焚化炉，动物的遗体要安怎处理？政府也鼓励大家都养狗养猫去领养什么的，但是死亡之后却只能用7阶队来做处理，我觉得这样子对饲主还有对宠物都不是很尊重。那我们会想要这个行业，当然就是因为有这个需求。根据宠物品种业者的统计，花莲目前每个月差不多200多只狗仔猫仔送去火化，火化了后的骨灰大部分是民众炸转去，或者是委托放咧晒，也若特定区域的树种较少。希望政策会当考虑每一个县市不同的需求。毕竟业者已经在执行，已经在营业了，是不是先有一些辅导期，来让业者来进行，或者是业者可以筹组，比如说一个联盟或一起合作，来符合法令规范。官方强调讲，这几年嘛促成花莲动物保护自治条例，定出有关设置宠物品种专区等等的建议，希望在议会临时大会通过审查，函送中央核定，希望向友善动物城市的目标来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业者申请要伫台东市康乐里附近以3公顷的用地要开饲鸡场，要来饲上万只的卵鸡哦。也毋过民众指出讲，同一个业者伫附近已经有一间饲鸡场咯，佮要开第2间，因正烦恼讲污染会愈严重。今仔早起业者开说明会，附近的民众是抗议，嘛讲因绝对反对。演艺场业者早起召开新建演艺场里面说明会，出席的台东市康乐里里民甲民意代表出席真踊跃，居民挂白布条啊，伫抗议业者要伫龙田果园甲主体附近起演艺场。将来以后这只是臭气冲天啊！务农的居多啦，对啊，土地那些污染，就是加减都会担心嘛。
因为这个演艺场业者已经伫附近开一个演艺场，当地居民讲，常常闻到鸡屎臭味，猫霾夜飞入去农田，真困扰。毋过业者是讲，因采用新的水黏式鸡条设计，水会回收利用，鸡屎未落入土骹，符合环保的规范。毋过陪同李明出席的民意代表，质疑业者讲法，表示会甲李明坚持反对。它是全力避死15机车，会做全自动化的生产。死鸡条或者死鸡卵，啊鸡屎的物件到底伊要怎处理？到底伊讲这规坨哦，包啥？我做个是听我听无啥有啦。业者讲，鸡条兴建符合台东关心设置却无实施管理自治条例的规范，离非自用主体周边500公尺以外范围。毋过真侪出席的官议员是讲，抑有真侪无符合民众期待规定，会伫后一个会期提出修订。伫说明会进行到一半，就招李明离席，表达无同意兴建演艺场。记者综合报道。民众若捡到物件，有真侪人会送去警察局，也毋过有一寡物件嘛，互警方真伤脑筋哦。啥物件咧？咱做伙来看卖。民众捡到物件，伫家是交予派出所，但是警方处理捡到的物件，有时阵是真歹处理。台南警方这次受理的捡到的物件，无受到既然是无爱不能处理相同的食品，或者是容易歹去的物件，警方嘛真头疼啊。像捡到这个槟榔。以前也是有捡到比较易腐坏的食物啦，像水果啦、青菜啦，这个我们警方有时候在现行的法令都很难处理啊。受理民众捡到的物件，警方会判断价值无到500块的物品，公告15天无人领，是由捡到的人领处。但是像槟榔这款真容易歹去的食品，根本是无法度保存15天。拾得物如果属于易腐败的物品，则可依程序由机关来拟定底价及公告实施拍卖。问题像是民众捡到的蔬菜新鲜，嘛无人会买，实务上真正是真歹操作。但是毁损食品，更有可能互警察机关惹上侵占遗失物的官司。很多民众会拾得其他东西会交到我们分局来。我们曾经有说过，幼童的滑板车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模型机这种东西。本分局也是依规定来受理并公告。民众捡到的物件是真侪项，对滑板车、遥控回轮机到新上食品，每一项都爱制标来公告，已经互警方是真无闲。但是如果拄到真容易歹去的物件，无可靠的法定依据，实务上处理真正是问题真侪。记者郑混淡报道。U12世界小棒赛伫台南的比赛哦，台湾队昨暗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阵澳洲，虽然台湾队已经确定讲是以下组第1名的成绩晋级，也毋过赶快是拍甲真认真，最后是以18-0伫第4局就提前结束对澳洲的比赛，5连胜的好成绩哦。今仔暗时台湾队要对阵 B 组第1名的多米尼加，公司者冇转播。台湾甲澳洲的这场比赛原本是7月28开幕迄天爱进行，因为风台影响，延到8月初2暗时，颠倒变做 A 组预赛最后对战组合。这个球击到了在右半边落地式形成的安打，而且要一路滚到全垒打墙。那现在2分要回来是非常的轻松的。台湾选手拄开局就一直安打摕5分，2局下各摕2分，无人出局满垒的时阵，前4场比赛无虾米出赛的捕手罗宇燕攻出去。前次的打击是一支2垒安打，而这个球打起来到了中右外野方向，两边野手都过去。讲出满贯炮，罗宇燕嘛真欢喜，澳洲选手嘛真有风度，甲伊击奖来第一。台湾队早就13-0的领先，来到3局下又阁是一直安打摕5分。4局上澳洲队犹原是无摕分数，因为两队差15分，比赛提前结束。从第一场从面对日本队到现在为止在我们最大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错误，就是在跑垒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想在进入到 Super Run 的时候，教练团应该会针对跑垒这个部分呢，应该还多加的一个提醒。预赛为日本拍到澳洲5连胜来晋级，而且跟他9分投手群表现真好。今仔日开始超级巡回赛会对着 B 组第1的多米尼加，所来各有韩国甲美国，如何去应对无同的球风？球评表示，教练团应该会重新来研拟对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英国一个退休了后才开始学剑术的阿嬷，今年90岁咯，也毋过伊的骹手真溜咧，有袂少少年人拢比袂赢伊。
阿嬷讲哦，伊的人生70才开始，嘛鼓励大家活到老，就爱当到老。手头拄好，头套护具拢套好，桌边即个骹手真沙粒，去剑的选手其实是一个已经90岁阿嬷。If I can do it, anybody can do it. I'm a living example. There is life after 70, 80, or even 90. 住伫英格兰东北部城镇的即个阿嬷讲，伊67岁才开始学击剑，到即阵也是感觉有甲真欢喜，连真少岁青少年拢捌是伊的手下败将。这10岁的挑战者甲阿嬷计较了后，一直讲阿嬷实在是真厉害。From that session, I've learned a lot. She's gone to the Olympics. She's 90 years old, and I wondered if I could do that. So I want to try and be like her. 阿嬷毋若家己一直练剑术，就正担任镇上的击剑俱乐部的主席，鼓励大家活到老，振动到老。It's a hobby that's taken over my life. I can say no more than that. I just love it. 阿嬷真爱击剑，活甲健康佮快乐，伊也希望大家拢会找到相伴一生的运动项目。国视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7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红台天哦，观众朋友就爱特别细腻，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